大家平安。在今天5月24日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上帝。透过诗歌，透过圣经，透过默想，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，尊贵全能神，将自己摆在主的面前，也一起来赞美上帝。永远长存，荣耀的你，只存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尊贵全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全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全能之神，你掌权，你慈爱永远长存，万民都来尊崇你神明。世上万有属于你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荣耀的你只存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尊贵全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全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宣告你国度降临，你旨意成全这地，兴起你所选子民，高举你荣耀的名。哈利路亚，尊贵全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全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我的救赎，我的帮助，哈利路亚。我的救赎，我的帮助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时间来摆上，愿你就与我们同在，不论我们在教会或在网络上，或者是在济南教会以及周围，愿主你就在当中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所在的地方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我们的恩典从你而来。主啊，这一切都仰望你。主
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大声的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真神，你不是受局限的，你不是只有在山上，不是只有在陆地，不是只有在某个家族，而是全能的。你在当中所有地方，你都在当中来掌权。愿我们将自己献上，愿这一切都成为主你的孩子。主，我们要将这一切都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愿主你的国度降临在这地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地上。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5月24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0章第26节到第34节。列王纪上第20章第26节到第34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第2年春天，他召集部下，跟他们一起到亚弗城攻打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也召集军队，准备应战。他们分成2队，面向叙利亚人扎营。可是以色列人跟布满田野间的叙利亚人比起来，好像是2小群山羊。有一个神的人去见亚哈王，说：上主这样说，因为叙利亚人说我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要使你战胜他们庞大的军队，你和你的人民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叙利亚人和以色列人住在各自的帐篷里，互相对峙了7天之久。第7天，他们开始交战。以色列人杀了叙利亚步兵10万人，生还的兵士都逃进亚弗城，城墙倒塌下来，又压死了2万7千人。便哈达也逃进城里，藏在一间屋子的后房。他的臣仆对他说：我们听说以色列诸王都是仁慈的，请准我们腰间围着麻布，脖子套着绳索去见以色列王，说不定他会饶了你的命。于是他们拿麻布围在腰间，用绳子套在脖子上，到亚哈那里去，说：你的仆人便哈达恳求你饶他一命。亚哈说：他还活着吗？他就像是我的兄弟。便哈达的臣仆正在等待机会，他们一听到亚哈说兄弟，立刻抓住机会说：真像你说的啊，便哈达是你的兄弟啊。亚哈下令说：去带他来。便哈达到的时候，亚哈请他跟自己一同坐上战车。便哈达说：我要把我父亲从你父亲那里夺来的城镇归还你，并且让你在大马士革设立贸易中心，像我父亲在撒玛利亚所做的。亚哈回答：好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我放你走。亚哈就跟他订立条约，然后放他走了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0章第26节到第34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我们这几天经文里面，去看到亚哈王所面对的事情。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了，当亚哈王他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人都一样，常常都是这样，先寻求旁边这些人的意见，去找长老，去找他旁边的官，去找这许多他的谋士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常会这样，就会找幕僚，去了解我这事情该怎么做。他们也给他很多建议，我想这些建议也是都好的。所以在这几天，其实当我们在看列王纪，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一直在提到一个，就是回到上帝面前。其实我们常在想说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没有常来到上帝面前，你怎么会知道上帝的心意？很多人都会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在问牧师，在问辅导，在问谁，但是常常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唯有那个是在旧约时代，唯有透过士师、透过先知、透过祭司，他们觉得这样才是上帝的心意。然而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、在列王记，在许多地方所经历的不单单是如此，甚至大卫也会，其实圣经里面也会讲到说，谁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以弗得来。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求问上帝。大卫常常做这样的事情，请哪一个祭司带着他的以弗得过来求问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在亚哈的时候，其实上帝差遣的先知对他说，跟他说话，像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的一样。在当中他要去打仗的时候，其实对他来讲，谁要去打，谁要去，上帝就跟他说，其实已经有先锋部队232人，谁要带，那就是你啦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害怕，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。这种情况也很像我们以前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甚至现在很多教会，甚至我们教会也是如此。我们要找谁的时候，大家都逃雷雷，都不敢看，怕被点到。所以当中我们常常是如此，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，常常说的很好，但是他去做，谁去做？所以到后来我们常会说，用台语讲就说绑戏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回来再看的是，我们想到什么样的事工，常常是我们带着去做。因为你想到了，因为你有这样热情，因为上帝给你这样呼召，我们就要站出来去做。许多时候我们想了很多，然后都说你是谁？你是长子？你是谁？你要去做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你要去做。亚哈王也常是这样，我们看到他也是如此。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他是王，他想的是谁要起来，谁要带领。上帝让先知跟他说，就是你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的不单单只是这232人，上帝也预备了7000人跟他去。所以在这样战争当中，我们看到是很大的一个悬殊。我们常会觉得人多势众的应该是会赢，但是上帝带领他们，让他们打胜仗了。其实上帝用很多的方式要让我们回来，上帝用了很多的方式让我们悔改，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从摩西那时候，上帝让他颁布了许多的献祭的方式，其实就是要让人回到上帝面前，跟上帝复合。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知道，前面有讲到说亚哈王糟到一个程度，比以前的王都还糟，但是上帝依然给他机会。虽然他引进了巴力跟亚斯哈路，但是上帝依然给他机会。所以在前面的战争结束之后，他们也讲到说，那是不是王在另外一个叙利亚那边，他们那些臣民跟他说，是不是我们把那32个王解除他们的军权，我们再来招聚一次，让我们的军队一样这么多，让我们车马一样这么多，这样去攻打以色列。昨天的经文有讲到说，我们在那边打是因为他们的神是三神，因为他们的神是三神，所以我们必然失败。但是在昨天的经文呢，让我想到，当以利亚他要献祭的时候，其实他所布的那些局，用人来看，他是趋于下风。
所以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里面有看到，当以利亚他在那当中重新修复上帝的祭坛，在那当中他所约的地方加密山是靠近巴利人，是靠近巴利他们这个神的地方，让他们巴利的祭司也比较多，450比他一个，所以在各样的方式当中他都是趋于弱势的。但是上帝不是在当中这样比较，上帝在看的是你要不要顺服他，这事情是上帝在做还是人在做。当这两场战役都是上帝在主导的时候，都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，当人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这场战事就是会得胜的战事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在前面那一场战事之后，隔年也是第2年的春天，他召集的部下跟他一起到亚弗城攻打以色列人，也就是叙利亚王，他们要去攻打以色列城。以色列人他们要去攻打以色列人，而以色列人也召集军队准备应战。他们分成2队，面向叙利亚人扎营。所以他们以前打仗就是这样子，互相预备了军队扎营，准备对战了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遍布田野间的叙利亚人比起来，我们或许说大巫见小巫，这当中也是一样，就是如此。可以看到叙利亚人非常多，后续讲到说他们死掉的人就就12万7千人了。12万7千人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？如果用昨天的经文来看，不过是7000多人。所以这当中悬殊非常大。在这场战役当中，叙利亚人就死了12万7千，但是以色列人仅仅只有7000多人。因此在这里面，让我们来看这样的战役当中，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人少的一定就是输了，但是上帝在当中掌权，让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输了。所以在这当中有没有看到我们人常常很无力感？当亚哈面对到叙利亚他们的挑战、他们的挑衅的时候，甚至在耻笑他等等的，在侮辱他的时候，其实那是一种很大的无力感。然后觉得我们去打也不会赢，我们人这么少，而且我们没什么兵器，我们要怎么去打？是这种无力感。当我们在前面看到以利亚他离开的时候，也是一样，这样的无力感临到他。当这样无力感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？但是有没有看到以利亚，他所面对到这样无力感，上帝临到他，上帝供给他的需要，供应他的需要，让他生活没有缺乏，而且看到他的无力感的时候，给他新的使命，让他去膏抹新的叙利亚王，去膏抹新的以色列的王，也去找接下来要接班的，让他看到那新的希望。这当中也是一样，当亚哈王他面对到这样无力感的时候，虽然他没有寻求上帝，但是上帝亲自来帮助他，上帝透过先知来对他说话。前面那一场战役，前1年的战役，上帝透过先知让他知道，你带着军队去打，我要让你打赢。这场战役也是如此。所以当中看到满布田野间的叙利亚人跟以色列人比，真的差异很大。所以当中这落差至少12万。在这对峙的过程当中，有另外一个神人，还有一个神人去找亚哈王，这样对他说：“上主这样说，因为叙利亚人说我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。”这句话在昨天的经文里面就有出现。当他们打输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整军，我们再去打，我们在平原打，因为他们的神是山神，所以我们在山那边打必然是输，但是下到平原是我们的地方了，来到平原是我们主场，我们就会赢了。”其实当时这人余州官就是如此，他们怎么样看待这些？
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这时候，其实他们的宇宙观一直在改变，从家族的神，从家庭的神到家族的神，到国家的神，在当中也在改变。所以当中其实上帝统管万有，但是人的看见就觉得哇，在哪边有用就是哪边的神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也就是如此，在那个时候中东，或者说我们在看希腊神话，或者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，会觉得这个神明在当中他就管理这个人，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而已。所以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巴力的想象，也就是他是风雨之神，他是火神。但是在以利亚事件当中，我们发现他不是风雨之神吗？不是暴风雨之神吗？但是为什么2年的干旱没有下雨？他不是火神吗？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献祭当中，一整天都没有火出现？他的祭坛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任何的反应。反倒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，在那一场献祭当中，从天上降下烈火，烧了这些木材跟祭物，也烧焦了那个祭坛、石头跟土地，也让那些水烧干了。接着所发生的就是下暴雨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叙利亚人他们的认知也是如此，所以他们定义耶和华上帝是山神，因为他在山上，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在山上打，我们是输的。所以当中讲到说，所以我要使你战胜他们庞大的军队，你和你的人民都知道我是上主。上帝让他们知道，不单单只是在山上，在平原他也要掌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真的要去经历这一个上帝。我们常常也就是如此，会觉得在哪个领域上帝掌权了，在哪个领域我们能够去经历上帝。其实我们也常常局限上帝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在很多地方说政治不能谈，宗教不能谈，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谈信仰，在怎么样，我们常常划界限。我们常常划到后来，就是只有在教会里面能够谈耶稣、谈上帝、谈信仰。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这样一切割到后来，只有在教会，甚至有没有可能连在教会也不谈上帝，也不谈耶稣？所以这真的是我们的挑战。在什么地方你的信仰才会展现出来？有没有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完全没有？或者说在别人看到的时候，我要赶快让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我要让别人知道我是长老，我是执事，我是牧师，所以我要搬出这么一套东西来。但是我们信仰都不是在讲这个，我们信仰是在讲落实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才会常常在讲说，像大卫一样，要常常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心意。当你要常常敬拜上帝的时候，这些才会成为你的协议，很自然的进到这当中来。是为什么上帝要拣选大卫？因为他在牧放羊群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就是如此，他就常常敬拜上帝，他唱歌敬拜上帝，他在当中向上帝祷告，在当中向上帝呼求，在当中依靠上帝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他很自然的遇到歌利亚的时候，他才会说，那个未受割礼的在那边喊什么？我们不是靠着上帝吗？所以这应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。为什么我们要每天灵修？就是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生命在上帝的掌权当中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明白了上帝的心意。但是这样还不足以如此说。其实当我们没有真的回到上帝面前，你怎么样明白上帝的心意？其实在这几十年、这几百年来，很多人都说我要明白上帝的心意。
但是我们常常逃避上帝，就像亚哈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去拜别的神的时候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上帝。但是在当中有没有看到，在第20章的经文里面，哇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。上帝让亚哈去经历这一些，上帝要让他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昨天的经文里面，在讲到前面经文的时候，让他们打胜仗，知道这是他的上帝。在这场战事当中也是一样，让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不单是山神，也是平原的神，也是这大地一切的神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要使你战胜他们庞大的军队，以小博大，人数为少，但是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不对称的战争，不对称，但是依然可以打赢；趋于弱势的，但是依然可以打赢。所以这当中依靠上帝，上帝也让他们知道，这场战役不是你在打，虽然我要让你带队，但不是你在打，是我带着你们打。所以你和你的人民就知道我是上主。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知道在这2个礼拜有很多人面对到很多事情，会觉得很无力感，觉得我们在做这么多有用吗？我还需要再做什么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，都很多的无力感。但是有没有回来看，在亚哈的身上，在以利亚的身上？以利亚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很棒的先知，甚至称他为大先知。我们会觉得我们常会提到他，但是在前面的经文也看到，他所展现出来的是那种生命的无力感。亚哈这种不信上帝的人也是如此。但是当上帝与他们同在，当上帝与他们同在，很重要。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把他们从无力感当中来带出来，去看见了希望。感谢主，在我们在无力感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，也让我们能够从这无力感当中看见了希望。上帝把我们带出来。我们看到这样景象不是1天2天，我们看到亚哈王的生命当中这2场战役。前面那场战役是前1年，刚刚讲到说第2年的春天是这场战役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叙利亚人跟以色列人住在各自的帐篷里面，互相对视了7天。7天。前面讲到歌利亚，那时候歌利亚在那边叫嚣呛瞎了40天，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去做，互相对峙了7天之久。第7天，他们开始交战，第7天就打起来了。在当中，他们可能互相去了解对方，在当中互相的呛瞎，在当中做了许多的事情。第7天打起来了。这当中大家怎么也想不到，这边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杀了叙利亚步兵10万人。这样仗打下来之后，哇，这样气势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叙利亚他们的兵士都逃进亚佛城，他们就赶快找地方躲。但是上帝让这城墙倒了下来，又压死了27000人。所以当中他们也是很害怕，连这个王也逃进了城里，藏在一间屋子的后房。所以在这场战事当中，叙利亚人损失了至少127000人。在当中还有很多生还的，所以有可能因为太多人进去，导致这城墙崩塌了。
可以压死27000人，也算是这城还蛮大的。便哈达的臣仆对他说：“我们听说以色列诸王都是仁慈的，请容我们腰间围着麻布，脖子套着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，说不定他会饶了你的性命。”这当中所看到的也就是一样，他们已经要去求饶了，要去求饶了。他们这整个就是输了。他们也留下一些希望，或许能够留下你的性命，也确实如此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去做了。到亚哈那边的时候，说：“你的仆人便哈达恳求你饶他一命。”其实当中亚哈也要确认他还活着吗？他就像是我的兄弟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想要当好人，在许多时候我们都还是想要当好人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也常常是这样子，他们想要当好人，他们觉得不忍心让他们去经历那样的事情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那些臣仆等他机会，听到他说兄弟的时候，就顺着他的话说：“真像你说的，你们是兄弟。”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亚哈就这样对待他，让他一起坐车。这边讲到说，便哈达这时候当然他处于下风。他前面我们看到第24章的一开始，他那种气焰很不一样。他说的是：“把你的金银，把你的儿子、女儿，把你的太太都归于我。”第二次来讲，不只是这些，你的臣、你的仆人那一些的，那些官，他们家属里面那些钱，他们的太太跟孩子也都归我管。也就是你整个国家，我要调动，你都要给我。那气焰是非常高涨的。但是在当中打败了，打输了，他开始反过来说：“我父亲从你父亲那边抢来的城镇，我都还你。其实只要你要饶我的生命，你要什么都给你。”那完全不一样。其实就回到亚哈那时候在跟便哈达王讲话的时候就是一样，战士没有在前面一打仗之前就讲这样子的，要讲就打赢的时候再来说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如此。所以亚哈就答应了，说好，在这样条件下我放你走。所以他们达成了协议，就放他走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一直是人在处理事情，跟上帝在处理事情。当这场要打仗的时候，上帝带着他们去打。但是亚哈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习惯就是如此，他是用他的想法，用众人的想法。当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一直在用两个对比，扫罗王跟大卫王。扫罗王一直在听人民的声音，一直在听他旁边那些人的声音，他那些官员的声音，但是就是不来听上帝的声音，就是不听撒母耳所说的。而大卫大部分时间都来到上帝面前。在这场战役当中是一个拉扯，我们看到人跟上帝的拉扯，上帝要他怎么做，他知道了。当面对到实况的时候，又回到那样的状况。我们都说在所难免，在所难免。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，让我们陷入这些情况当中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。当上帝给我们说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当上帝给我们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愿意听上帝的？当你不愿意听，当然都会说啊，上帝，我不知道上帝的心，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明白，上帝没有对我说话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上帝对你说，我们常常就跟扫罗一样，常常就跟
亚哈一样，甚至我们会跟耶罗波安一样，把人因为自己的嫉妒，因为自己的害怕，把人带离了上帝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那困难当中，亚哈王这样的无力感，上帝给他盼望，给他希望，但他依然错失了。虽然这2场战役他都赢了，虽然他赢了这2场战役，但他依然在自己的头脑当中，他没有真的回到上帝面前顺服上主，他依然靠着自己的能力。所以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让我们看到，就像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，上帝跟他们说，你要把这些人所有的都杀掉，都清除干净。但他们却跟人立约，他们却留下了许多的人，也造成后续许多的问题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上帝。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几样的东西。第一个，在你生命的无力感当中，上帝要把你带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在被掳之后才在那边求上帝帮助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他们也走到人生的尽头了，所以才会有人说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。不，其实我也讲了好多次，上帝的起头不在于人的尽头。上帝一直要我们回转归向他，一直要我们悔改认罪，回到他的面前。亚哈有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吗？没有。但是上帝就在这当中出手了，他确实穷途末路了。然而在当中，上帝就直接出手来帮助他。其实许多时候，我们真的要走到最后穷途末路，才会说：“主啊，你帮助我。”当然，有些人说，至少他在那时候愿意回来了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希望在于上帝。上帝带给我们希望，在人绝望当中，上帝给我们希望。我们看刚讲到说亚哈跟以利亚，上帝就在他们的绝望当中给他们的希望。而在当中也是一样，回到在这里面去看，究竟你愿不愿意听上帝的声音？上帝要你怎么做？最近有人也在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在探讨。所以这也让我想到，在5年前要选举的时候，我会挑战一些人，其实也在挑战自己，其实也在挑战我们每位弟兄姐妹。不管我们在选总统、选市长、选长职，你是为这些事情祷告，还是你指定上帝你就是要让谁选上？这个事情你就是指定上帝你就是要让这事情怎么发生？当然我觉得无可厚非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命令上帝就是要这样做。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，把这些摆上？在祷告的时候，会不会发现你所祷告的是错误的？上帝要调整你，上帝要调整你。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都要让上帝掌权。我们也常说，不要参与政治，不要参与政治。但当你说不要谈政治，不要参与政治，是不是你在讲一个残缺的上帝？上帝不能在当中掌权，上帝不允许上帝在当中来掌权。所以当中我们要把这些来摆上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害怕，
因为他害怕祷告之后上帝要改变他，他该怎么办？当你祷告之后上帝要改变你，那该怎么办？这才是你的问题。你为什么不顺服上帝的心意？为什么是要上帝顺服你的心意？所以当中也在我生命里面，也是5年前听到某个牧师在讲到说，不用祷告知道了。这不也就是一种很强烈的骄傲感吗？我不用祷告知道了。这也让我觉得很质疑他，那你所说出来的是你的想法，还是真实上帝对你说的？那你的祷告是什么？因此在当中，我们也是透过灵修，透过祷告，让上帝的话真实进到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读经势必带着我们的想法去读经，但是我们读经也需要放下我们的想法，进到经文里面，让上帝对我们说话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最近这2个礼拜的事情，在济南教会周围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要为这祷告。在当中，或许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小，或许很多人会看到这些事情，会觉得无力感。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或许有人很后悔过去所做的决定。在面对了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先回到上帝面前来祷告？该认罪，该悔改，就要认罪悔改。在当中祷告进到上帝的里面，不要再只是想要指使上帝。不管你的政治观、政党色彩是什么，牧师在讲到说，在教会其实我们是可以谈政治、谈各种事情的，但是前提是我们先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而不是只是在2分法、3分法。先回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再回到亚哈的身上，看到上帝的怜悯，看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以及这个国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这当中，来默想今天经文，来思想今天这段经文，或者是在牧师的分享当中你听到了什么。愿上帝亲自对你说话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的心意，你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缺乏，主来求主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常常不关心我们身边的事情，也不关心这个国家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常说我们在当中生活都已经很困苦了，在许多忙碌当中，我们已经无暇去关注其他这许多事情。但是主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看到亚哈的时候，去看见他是一个王，但是他却没有回到你面前。主啊，当我们在面对这所有事情的时候，让我们先摆上祷告，让我们先摆上自己，交在主你手中。我们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要依靠你。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人就是如此，面对问题的时候，去寻求许多人的方式，做了许多的操作。我们知道人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所有人的利益，就像便哈达王一样，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所有人的利益，他要把所有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中。在当中对他来讲，这一切都是他囊中之物。他看到这32个王已经归顺他了，对他来讲也觉得以色列很自然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你出手的时候，这一切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像亚哈王一样，虽然你恩待我们，虽然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作为，你祝福了我们，但是我们依然离开你，我们依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在当中，你也常希望所做这些事情，让众人知道你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依然离弃你。主啊，求主你赦免我们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是如此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作为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在发生，但是我们常常一样离弃了你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，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认我们的罪，求你赦免。主啊，当我们面对到这许多的困难，当我们台湾面对到很大的状况的时候，主啊，愿主你的公义彰显在当中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依然向你祷告。愿你的国临在这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也愿主你聆听，也愿我们的祷告文就如同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样，我们去经历这一些。主，你的公义就彰显在当中，你的上帝国就临在我们台湾，让我们不只是在家里面祷告，在教会里面祷告，在当中聚会，也让我们跟过去一样，透过读经祷告带领我们踏出来，来实践上帝的心意。当你呼召我们，我们就要踏出来。就像亚哈王这边所面对的，他的状况也是我们的状况。当你在呼召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说谁，但是我们常不想要是自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呼召在当中，我们势必要来回应你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也唤醒我们台湾的众教会，让我们回到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回到主你的心意。这才真的是许多人在讲的，不分党派，不分颜色，唯有高举十架耶稣。主啊，让我们唯有高举主你的名，不再是哪个教派，不再是哪个教会，而是真实的回应主。主啊，恳求你让我们真实的回应主你的呼召，回应主你的带领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，愿主你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来回应你，让我们也能够在当中去看见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来回应今天的经文，来回应
主你的恩典。感谢主，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，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来到主的面前，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恩典。愿上帝赐福你。